各位觀眾大家好，今日我哋請到兩位專家同我哋講解一下坊間其中一個。各位觀眾大家好，今日我哋請到兩位專家同我哋講解一下坊間其中一個熱門嘅病症，就係認知障礙症。喺我熒光幕嘅左手邊呢一位就係香港復康會執行委員會主席、香港教育大學陳志軒教授，而右手邊呢一位就係國際健康養生會主席袁麗萍教授。多謝兩位。首先講下都市人，無論工作或者生活節奏都好急，個個都話好忙，忙到經常性都唔記得嘢。例如突然間諗唔起琴晚食咗啲乜啦，又或者明明入房要攞銀包，但一入到去又唔記得咗要攞啲乜。呢啲短暫嘅失憶同經常發生正喺我哋之間。咁究竟短暫失憶係人嘅正常老化啊，定係到咗某一個年紀嘅時候，每一個老人家都會有認知障礙症嘅呢？先有請陳教授同我哋講解下。好啊，就我喺呢度咧，或者係講一講認知障礙呢個名詞啦。認知障礙呢個名詞咧，其實係一個醫學嘅診斷嘅名詞嚟嘅。咁但係有另外一個名詞咧，我想喺度介紹咧，就叫做認知退化嘅。咁退化同埋障礙有啲乜嘢好唔同咧？就係當障礙嗰時候咧，你已經係進入咗一個尾聲。咁但係認知退化咧，其實係隨着年齡嘅增長咧，而一路一路退化嘅。咁喺呢度我亦都帶另外一個概念咧，就係認知同大腦咧係一致嘅。咁大腦咧其實咧係身體嘅一個器官嚟嘅。咁呢個器官咧就好似其他嘅器官，舉例視覺啦、眼睛啦、聽覺啦、耳朵啦，或者甚至你身體嘅機能咧，其實大家都會知道咧，年紀大咗咧，行動慢咗啦，聽得唔係好清晰啦，又睇得朦朦朧朧啦，咁呢個係一個退化嘅現象嚟嘅。而呢個退化係一路慢慢嚟嘅。咁即係話認知個能力亦都係好似其他一樣咧，一路慢慢退化嘅。咁但係你會話啦，咁退化同障礙係點樣分辨咧？咁我哋知道咧，當係認知障礙咧，佢整體嘅人口嗰個率咧，其實咧係大概5%，但係我哋知道咧，當你譬如話50-60歲咧，可能係一個1%或者係0.5%，但係一路去到你年齡，譬如話去到70歲、80歲，可能到時候咧就係10%、20%，咁所以整體嚟講咧係5%嘅啫。咁所以答翻你嘅問題咧，年齡一路增長，認知嘅能力一路係退化，但係退化到某個階段，就有機會係達到咧呢個認知障礙呢個咁嘅情況啦。OK，咁啊袁教授，咁你喺中醫嘅角度咧，又點樣睇認知障礙症咧？喺中醫嘅角度咧嚟講咧，就係人體咧，我哋講緊係一個整體嘅系統，就唔會將佢拆開咁樣。咁佢係一個整體嘅系統咧，就係話你啲五臟強壯、氣血運行得好，補充啲營養成分去啲腦咧，就嗰個效果咧會更加好。咁喺都市嘅生活人當中咧，就係話每個人根據佢自己嘅生活習慣啦、運動啦、有啲練氣功啦個比例，加埋飲食食嘢嘅習慣嚟鍛鍊一個人腦退化嘅速度。咁啊袁教授啊，咁有啲咩因素會加快老人認知障礙咧？喺臨床方面咧，就係根據嗰啲認知障礙症啊啲比例啦，喺都市嘅人群當中就係睇佢個生活質素啦，同埋佢有冇長期食某一啲西藥啊。西藥同中藥有少少唔同嘅，咁你針對某一個臟器去醫好佢，但其實其他啲臟器都有受傷害嘅。譬如你長期食高血壓嘅人，佢將啲血壓幫你降低，但係你其他啲臟腑咧都會受到一定嘅影響。咁你中藥都係，你雖然補內臟，
但你要到位。咁呢個係藥物嘅方面啦，仲有咧就係生活嘅質素降低啦，獨居啦，受到外界嘅刺激、意外嘅打擊等等，都可以引起腦退化，甚至嚴重嘅就到咗認知障礙症咁咯。陳教授啊，咁短暫嘅失憶係咪又等於認知障礙呢？呢個好問題嚟嘅，因為點解咧？因為其實呢個亦都係坊間有好多喺呢度混淆嘅地方。咁其實咧，我哋講緊兩樣嘢嚟嘅，有一個咧叫記憶系統。咁人大腦嗰個記憶系統咧，就好似電腦嘅一個硬碟一樣嚇。咁但係咧，另外一樣咧就係嗰個記憶過程啊，叫做咁個記憶過程咧，就好似人嘅腦入邊咧係牽涉好幾個唔同嘅加工過程嘅。嗱，咩叫好唔同嘅加工過程咧？就係舉例，當我哋有一個信號走入嚟啦嚇，譬如話一幅相啦，或者一句説話咧，我哋要將佢解碼嘅。咁解碼嘅時候咧，我哋係需要有專注力嘅。咁然後我有專注力，我知道呢樣嘢，我要將佢解碼，解碼成為一個我哋大腦可以接受嘅一啲信息啦。譬如話同我以前不嬲知嘅嘢有差得幾遠啦，或者係幾唔同啦，或者係幾一樣咧。咁然後我哋將呢個咧就再訓練、輸練之後咧，就輸入我哋嗰個記憶系統入邊嘅。咁喺坊間咧就將呢兩樣嘢咧就係撈亂咧。點解咧？就係好多時咧，當我哋認知退化咧，其實開始嘅時候咧唔會牽涉記憶系統嘅，佢牽涉嘅係咩咧？就係專注力，或者咧係頭先我講嘅解碼能力，或者將佢變化成為我哋可以記憶系統入邊接受嘅一個部分。咁有好多時咧係因為我哋專注力唔夠咧，所以進入嚟嘅信息咧，我哋加工唔到，我哋擠唔到入個記憶系統入邊咧。咁所以當我哋話記憶或者失憶咧，就我攞唔翻出嚟，就叫記憶失憶啦。咁所以咧喺度就答翻咧，就係如果我真係影響到嗰個失憶系統嘅話咧，呢個話記憶系統嘅話咧，呢個咧就會係去到嗰個認知障礙比較後期一啲。咁而我哋頭先講嘅認知退化等等嗰啲主要針對嘅就影響專注力同埋嗰個加工嗰個能力。咁所以答翻個問題咧，就係如果你短暫失憶，就係話我記憶系統咧就攞唔翻啲嘢出嚟。而呢個咧唔係等同於個認知退化，而亦都唔係等同於認知障礙。點解咧？因為認知障礙唔會短期嘅，佢係一個好慢嘅，可能係幾多啊？3年、5年、7年形成嘅問題嚟嘅。咁所以喺呢度咧就解答翻坊間比較混淆嘅一個概念。袁教授，咁喺早診斷、早治療方面咧，咁喺中醫嘅角度，又有咩方法可以應對認知退化咧？嗱，喺中醫嘅角度咧，認知障礙如果係你早期去積極嘅治療，透過有啲中藥佢會補腦啦，加強嘅氣血運行啦。喺食療方面咧，就係話煎炸嘅嘢啊、油膩嘅嘢啊、呢啲對血唔好嘅食物咧，過甜過鹹都唔係咁好嘅。呢個係飲食方面，仲有一樣嘢係最重要嘅咧，就係一種氣功嘅運動，佢係針對腦部嘅一種對防止腦退化嘅一種功法非常之好嘅。咁我哋國際健康養生會咧都有喺一啲社區免費教一啲長者啊。我哋要做嘅推廣咧就係預防腦退化，而唔係等到你腦退化嚟到啦，你先開始又做治療有咩，咁就遲噶啦吓。咁喺呢度咧就係我覺得整體嚟講係一個社會嘅推廣啦，同埋政府嘅支持。如果喺呢度咧就係話可以提早有一啲措施咧係全民健康啊，
分佈到社區。咁我哋國際健康養生會都有一啲培養咗一批種子義工，就係免費落到唔同嘅社區去做一啲帶住啲老人家去做一啲防止老退化嘅一種功法嚟㗎。其實袁教授頭先講嘅咧，已經有好多實證喺度啦。咁如果你話從一個西醫角度咧，就係最貼切嘅咧，就係運動。頭先講嘅有氣功啊，有太極啊咁樣。而西方嘅你做運動，但係有一做好緊要咧，就係中度嘅運動。舉例嘅意思即係話唔係踢兩隻腳咁就得㗎啦，坐喺度。咁佢可能係中度。咩叫中度咧？就係其實就好似太極中度運動咯，或者你緩跑係中度運動咯。只要你係唔好失去平衡，咁就好㗎啦。咁另外有一啲咧就係譬如話西醫比較係都發現係有效果嘅咧，就係認知能力訓練。咁好多時而家咧就喺網上嘅認知能力訓練，咁但係有一度唔好做一次兩次就以為已經得喎。一般嚟講咧都係要3個月、6個月持續咁樣每天去做。咁另外仲有2樣嘢係可以讓坊間考慮嘅。第一咧就係學新嘅事物，最好係學一啲以前唔識嘅事物，因為當你學一啲唔識嘅新嘅事物嘅時候咧，第一你會更加有趣啦。第二咧就係呢個會令到你個腦部以前不嬲冇用開嗰啲地方咧就開始運用，就啟動一啲新嘅腦部嘅能力係加入去而家你每日生活嘅狀態。而最後咧亦都係非常緊要嘅咧就係擴大你嘅社交圈子，識多啲朋友，以前識開嘅朋友活躍啲去聯繫佢哋。另外亦都識新嘅朋友，擴大你嗰個對唔同人或者唔同嘅對象嘅一個增進友誼同埋係建立網絡咧，呢啲都係好有效嘅一啲治療方案嚟嘅。多謝陳教授同袁教授兩位專家咁豐富嘅詳盡解釋。咁作為觀眾嘅你，又分唔分得清楚自己究竟係短暫失憶啊，定係開始有認知障礙嘅跡象呢？如果唔知唔緊要，喺我哋嘅影片下邊有個關於國際健康養生會嘅資訊欄，歡迎你哋打電話或者 WhatsApp 同我哋嘅專人聯絡，佢哋會好有耐心咁分析俾你哋聽。今日節目到呢度為止，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次再見。拜拜。拜拜。